大家好，我係汪家志 Doctor Joe，各位朋友嗱，今集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脊柱側彎啊，唔係淨係普通脊柱側彎咁簡單喎，係講緊話青年人、成人同埋長者嘅脊柱側彎。另外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下一個叫斯羅特運動啊，點樣可以學咗之後咧可以幫助呢個脊柱側彎。另外希望幫到大家可以咧拆解一啲嘅謬誤啊，關於脊柱側彎嘅治療啊，等大家可以真係正正經經咁樣去醫治啊呢個脊柱側彎而得到好嘅效果。所以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今集咧就會同大家講下脊柱側彎。咁其實咧之前我都有拍過一啲片咧，關於脊柱側彎啦，都教咗咧大家一啲嘅運動啦。咁包括講緊係青年人啦，同埋成年人啦，啊包括長者嘅脊柱側彎。咁但係咧，我哋發現咧，原來越嚟越多人啊，香港嘅人咧，青年人又好，長者又好，成人又好咧，都有呢個脊柱側彎。而好多時咧，佢哋對呢個脊柱側彎咧點樣去醫治咧，都係有一啲嘅謬誤啊！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可能花咗好多金錢啦去做治療啦，咁但係效果咧就唔係咁理想啦嚇。咁所以咧，我想今次咧喺呢一集裏面咧，就真真正正咧用一個科學嘅角度啊，去講下咧而家喺物理治療啊、脊醫界啊，或者喺醫學界啊，最認可嘅脊柱側彎嘅治療係乜嘢？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咧了解多啲，等到如果家人咧真係患上呢個脊柱側彎咧都知道咧點樣啊去揾適當嘅專業人士咧去醫治。好啦，咁啊都講翻啲最簡單嘅嘢先啦。咁啊咩叫做脊柱側彎先啊？如果大家唔明咧，咁啊正常嚟講咧，我攞翻條脊骨嚟講咧，我哋脊骨咧背面睇下係應該要直嘅喎，垂直嘅嚇。咁咧。但係咧，如果某一啲嘅情況下咧，可能係冇原因嘅，或者可能係遺傳嘅，咁咧就會令到咧身體就出現一啲嘅扭曲啦，可能個背脊又會歪咗啦，個腰又會歪咗，咁喺後邊嚟睇咧就會歪埋咧，變咗一個 C 字形啦，或者 S 型咁樣可以咁樣 S 型啦，或者咁樣一個 C 字形咁樣啦咁啊，通常咧。最常見咧就係青年人啊發育嘅時候咧就有發現呢個脊柱側彎嘅，咁啊通常就係大約10歲、11歲到啦。咁而家政府其實咧都會為一啲嘅青年啦做一啲嘅學童保健計劃，就會檢查有冇脊柱側彎，然後之後再做跟進嘅。咁通常咧官方嚟講咧就10度以上啦，就叫做脊柱側彎。咁啊大約咧。22度或者以上，通常23度到啦。咁就如果個脊柱側彎仲係發緊肉嘅後生仔或者後生女啊、青年人咧，咁就需要戴一啲嘅支架咧去保護住，直至咧個身體佢條脊骨咧去到咧成熟啦，唔再高啦，咁咧就可以唔戴支架。咁啊，脊柱側彎咧，佢個問題係乜嘢咧？其實佢唔痛嘅。因為好多時咧，脊柱側彎咧係通常家長或者老師啊，或者護士啊、社工啊同啲小朋友做檢查我哋有時脊醫都會出去同啲小朋友啊、青年人啊做一啲嘅脊柱側彎嘅檢查，先發現佢有脊柱側彎，因為佢唔痛啊嘛。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如果咧佢越嚟越嚴重啦20幾度或者以上咧，就影響到咧嗰個嘅心肺功能。再嚴重者40度以上咧，就可能咧需要做手術嘅因為咧佢好壓住咧嗰個心臟啊、嗰個肺部咁個人就會歪埋咁樣。咁所以咧唔可以唔理佢嘅。咁就算第日啦，如果你有脊柱側彎當到都係20零度啫，就冇去到40幾度啦咁你又冇理佢，冇再做任何嘅運動幫助咧。到年紀大咗咧，到成年啦出嚟做嘢啦，咁好容易就容易患上嘅腰骨痛啦、頸痛啦、坐骨神經痛啦。再隨着年紀大咧，因為退化咧，特別長者佢哋咧嗰個脊柱側彎嘅惡化咧就會加快嘅喎，因為佢加埋退化啊嘛。
咁有時你會見到有啲長者咧，除咗腰椎狹窄症啊、頸椎狹窄症之外咧，個骨都會歪埋嘅。咁所以咧，其實咧，除咗依個腰椎狹窄症同嗰個頸椎狹窄症之外咧，其實都要做一啲嘅脊柱側彎嘅運動治療啊，去幫助嘅。咁啊，最常見我哋而家由醫學角度啊，最受一個嘅醫學證據啊，或者研究係最有效嘅咧，就係一啲叫斯羅特運動。剛才介紹咗咧，斯羅特運動係乜嘢嚟嘅咧？其實原來咧喺二次大戰後咧嘅德國啦，咁咧有一位咧物理治療師咧叫做 Katharina Schroff， 咁係佢咧就創辦嘅。咁啊之後咧佢就教咗佢個女就關於咧呢個叫斯羅特運動，就係去幫助呢個脊柱側彎嘅。而佢個女 Krista Schroff 咧就寫咗本書，咁就叫做係我哋叫做三維啊治療呢個脊柱側彎。咁呢本書咧就引用咗咧西班牙咧另外一位嘅醫生叫 Dr. Rigo 咧，咁喺嗰度咧佢又創辦咗一個叫做巴塞隆拿嘅脊柱側彎嘅物理治療學校。咁佢哋一齊咧再加埋咧阿 Krista 咧，即係呢本書嘅作者個仔，即是話咧創辦人 Katharina Schroff 嘅孫叫做 Dr. Weiss 咧，咁佢又寫咗本書，就講關於斯羅特運動嘅 Best Practice Program， 就即係話咩咧？係可以屋企做嘅，唔使咁辛苦嘅唔使咧一定要咧係3個月嘅軍訓形式喺屋企日日做就可以幫助到脊柱側彎。就係呢兩本書同埋加埋咧巴塞隆拿西班牙嗰邊嘅 Dr. Rico 嘅 program 咧，就令到呢個脊柱側彎咧呢個嘅治療係發揚光大。咁當然啦，香港啦、中國、台灣啦、亞洲啦，都好多嘅物理治療師、脊醫咧都去學呢個脊柱側彎或者斯羅特運動嘅治療。我自己本人咧都10年前咧都已經學咗呢個脊柱側彎嘅治療。咁斯羅特運動咧係其中一種嘅脊柱側彎運動。但係斯羅特運動嚟講咧，係暫時嚟講咧係我覺得係小朋友或者青年人咧係比較容易學，同埋佢哋嗰個嘅將嗰個嘅脊柱咧係分為4個部分嘅。咁第一咧就係肩膊啦，第二就係個胸椎咧，第三就係個腰部同埋個盤骨。而原來咧個概念就係話，我哋個脊柱嘅側彎咧就唔係話我哋平時咁諗，係淨係C 字形S 形歪嚟歪斜。其實咧，我哋個脊骨咧，如果係側彎咧，其實係3維嘅，即係 3D。即是話咧，你除咗歪之外咧，你仲有一啲嘅扭轉、旋轉啦，有啲係前傾啦有啲就側埋一邊啦，再扭埋一邊。咁所以咧要拆解咧呢個脊柱側彎咧，就唔可能咧淨係做一啲嘅單方面嘅運動係要3維，即係3D 嘅方法做，又要做一啲向前，又要去做啲打側，仲要做啲旋轉嘅運動咧，先可以幫助到咧呢個脊柱側彎嘅。咁喺斯羅特運動裏面啦，咁就好注重咧幾樣嘢。咁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嘅日常生活啦。點樣喺日常生活裏面咧去改變令到如果例如我係有個背脊嘅側彎係側向右邊嘅話，可能我哋就要平時要坐翻側左邊，去令到嗰條脊椎咧調校翻。如果我哋個盤骨有高低或者盤骨有旋轉嘅話，我哋就可能要坐低少少或者趌高少少去幫助。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個呼吸啦。咁呼吸嚟講咧，其實好重要。我哋一陣間咧都會教大家點樣做呢個腹式呼吸。因為腹式呼吸咧就係幫助到咧可以咧填充翻我哋嗰啲嘅凹位啊。因為例如果我哋有脊柱側彎咧，我哋側咗向一邊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用我哋個腹式呼吸，再用少少嘅肌肉力咧去推翻某一邊凹位，令到佢脹翻嚟拉翻開好似個氣球咁樣。第三咧就係個盤骨啦。點樣去調校個盤骨咧？
去令到個盤骨咧嚇，如果我扭埋一邊嘅話，因為我哋三圍噶嘛，我哋係向前、向後、向左、向右，同埋係扭噶嘛。咁所以變咗咧，點樣去調校個盤骨，去幫助到咧減輕個脊柱側彎弧度。咁啊一陣間咧就會同大家示範啦一啲嘅簡單嘅我叫 foundation 啦嚇，即係最基本嘅嚇點樣坐啦、點樣企啦、點樣呼吸啦嚇、點樣盤骨調校。咁另外咧就係話脊柱側彎治療咧，好多人就認為我揾個治療師啦，同我做啲按摩啊，做啲整脊啊，咁咪得咯嚇，咁啊慢慢就好噶啦，咁啊唔得嘅，其實只係做一半。咁通常咧，我喺而家好多嘅醫學嘅研究發現咧，除咗做一啲嘅脊椎矯正啦嚇，脊醫成日做或者物理治療師都會做嘅復位啊嗰啲咧，其實咧就需要做埋呢個斯羅特運動或者啲脊柱側彎專為側彎而設嘅運動，要小朋友咧或者大人都好啦，日日做啊，咁先可以咧見到一個咧改善嘅效果，而效果係好顯著嘅。咁有啲案例可能20幾度嘅話咧，本來係要戴嗰個叫做支架嘅，但係佢肯留意下，就係最簡單嗰3個點樣去日常嘅姿勢啦、呼吸方法啦，同埋佢嗰個盤骨嗰個位置咧，其實已經咧有效果。如果再加埋一啲嘅再針對性嘅脊柱側彎嘅一啲嘅運動咧咁咧佢哋嘅50，就算20零到30度咧，都可以咧一度慢慢整嘅做嘅時候咧，可以減到變咗10零度咁樣嘅。咁啊一陣間同大家再咧講下教下大家點樣一啲嘅運動去幫助大家。如果你有高低膊或者一邊肩胛骨突出，甚至係盤骨移位嘅話咧，你可能患咗脊柱側彎嘅問題喎。脊柱側彎咧，其實係無緣無故你嘅脊骨彎咗，就會呈現 C 或者 S 型。其實除咗外觀問題咧，有機會影響你嘅心肺功能，然後出現痛症。呢個情況咧比較多喺年輕人身上面見到啦，但係不過成年人同埋長者都有機會嘅喎。不過唔使驚，我而家身處 Dr. Joanne 品牌嘅脊柱側彎症中心，佢哋專業嘅團隊咧會為患者做脊柱評估啦、脊骨手法矯正同埋1對1教授斯羅特脊柱側彎運動，用科學醫側彎，快啲約佢哋做第一次嘅檢查啦！如果想改善脊柱側彎咧，首先咧就要睇下我哋嘅姿勢着手，特別係坐嘅時候。如果個脊柱側彎係一個 C 字形咧，向右邊咁樣側彎嘅時候咧，我哋坐嘅就要向翻左邊咧去坐嘅，咁啊側翻向左邊先。見到嘅膊頭係平嘅，但係咧呢個姿勢咧就令到嗰條脊骨本來向右邊咧，佢拉翻向左邊，拉翻直嗰條脊骨。呢個方法咧就可以幫助到改善脊柱側彎啦。如果脊柱側彎係成一個 S 型啦，即是話咧背脊就係一個 S 啦，向右邊，然後就腰就向左邊見到咁樣嘅形狀嘅話咧，我哋坐咧首先左手就要側向左邊，就咪令到嗰個右邊嗰個側彎咧就拉翻直啦。之後咧腳咯，右腳就要微微屈曲。好似咁樣，咁樣嘅話咧，就令到條脊骨咧拉翻直佢，就幫助到個 S 骨嘅脊柱側彎啦。站立嘅時候，如果咧嗰個背脊咧係一個 C 型啊，就係向右邊嘅彎嘅時候咧，我哋企咧就可以咧少少側向左邊，係啦。咁樣嘅方法咧就會令到咧向右邊弧度嘅側彎咧就會側翻向左邊，拉翻長嗰條脊骨嘅。咁呢個方法咧，大家可以試下啦。脊柱側彎係一個 S 型啦，即係咧向右邊個胸椎骨，即係背脊，之後咧左邊就係個腰椎嘅向左啦嘅 S 型啊嚇。咁嘅情況下咧，企嘅時候我哋就要左手側向左邊。係啦，伸展翻嗰個背脊。另外咧，右腳咧就要微微屈曲，
伸展翻咧嗰條腰椎同埋個盤骨，咁樣企咧就可以幫助到 S 型嘅脊柱側彎啦。喺我手上面咧就係 Dr. Joe 嘅底骨盤骨帶啦，咁主要咧就係幫助我哋鞏固我哋嘅底骨啦，同埋盤骨嘅，特別係適合我呢啲咧中意翹腳啦，或者係有腰骨痛嘅人士都係非常適合嘅。咁點用呢？好簡單嘅啫，我哋將盤骨帶放喺前面盤骨兩邊骨頭嘅正下方，輕輕咁樣綁起，再將左邊嘅帶咧拉向右邊黐住。右邊嘅帶咧拉去左邊鎖緊黐住，咁就可以鞏固到我哋嘅盤骨同埋底骨噶啦。呢個咧係針對你嘅盤骨移位啦、前傾、坐骨神經痛、椎間盤突出或者行路冇力嘅人都係好適合嘅。另外咧，經常坐啦或者係生完小朋友嘅女士都係非常適合噶。咁咧呢一條底骨嘅盤骨帶咧，係愛嚟鞏固我哋嘅盤骨啦，令到佢唔會移位嘅。咁所以咧，我哋係可以24小時戴住啦，佢唔會好似腰風咁樣傷害到我哋嘅腰骨肌肉啦。其實係非常適合一啲長期有痛症嘅長者嘅。而家咧網上購買嘅話咧，係只需要200蚊㗎咋。大家記得即刻撳入 www.drjoewang.com 呢個網址度選購啦。第二步咧就教大家點樣做一個叫做腹式呼吸。咁呢個咧係對於脊柱側彎嚟講咧係一個基本嘅動作，但係咧對脊柱側彎嚟講咧係好大嘅幫助。嗱，首先我哋打平瞓喺度，兩隻腳屈上嚟嘅，確保條腰咧係掂住地下嘅。然之後一隻手擺喺胸度，一隻手擺喺個肚度，好似平時咁樣呼吸測試下。咁大部分咧正常嚟講咧，都係覺得咧胸部嗰個位置咧，手咧會覺得有少少起伏嘅。咁今次咧，我就想你手咧就胸口嗰隻手咧就盡量唔好起伏，起伏嘅咧就係肚嗰隻手。即係點樣做啊？就靠吸氣嗰陣時咧，就盡量將啲氣儲晒落個肚度；而呼氣嗰陣時咧，盡量將啲肚嘅氣咧逼晒出嚟，好似咁。就係咁啦。大家學識咗呢個腹式呼吸法之後咧，就而家就教一個叫做腹式呼吸法嘅強化版，同頭先一模一樣，就係吸氣嗰陣時咧，肚要脹嘅，呼氣咧就盡量咧收個肚入去。但係咧吸氣嘅時候咧，今次咧去到尾端咧，就盡量攞隻手同隻個肚度鬥力。嗱，我示範一次，吸氣。跟住咧，而家咧鬥力，盡量頂出去嘅，然之後呼氣咧就盡量咧就推晒啲氣出嚟。嗱，呢個一個難度咧，其中一個難度咧就係吸氣嗰陣時咧，盡量唔好彎腰，條腰要貼住嘅，隻手咧就同個肚鬥力嘅啫，鬥頂住，跟住呼晒啲氣出嚟。呢個咧就第二個嘅腹式呼吸法嘅強化版啦。第三樣對呢個脊柱側彎有幫助嘅運動咧，就係呢個叫做盤骨調校。咁咧，我哋首先咧就好似腹式呼吸咁樣瞓喺度，然之後兩隻腳屈上嚟嘅，跟住啦就要擺一隻手喺個腰後邊。你要做嘅咧就係盡量用你條腰推落你隻手上邊，係啦，咁又會做到呢一個叫做向後傾嘅動作啦，亦都可以幫助到經常有盤骨向前傾嘅病人咧，亦都好大幫助嘅呢個運動。嗱，示範俾你睇，就係類似咁樣。有啲人可能唔識做嘅本身，咁所以咧擺隻手喺後邊條腰嗰度咧，再用呢個諗法就係將個條腰推落隻手度咧，就做到呢個盤骨向後傾呢個動作啦。嗱，如果咧你有盤骨前傾咧，即時咧如果個肚突咗出嚟咧，咁樣嘅話咧，都會影響到嗰個脊柱側彎嘅。咁所以咧要醫治嗰個脊柱側彎咧，都要調校埋嗰個盤骨個前傾嘅問題㗎。咁所以我哋會做咧就係咧，我哋一定要夾住個 pat pat，一夾住個 pat pat 之後咧就收翻嗰個前腹，咁樣做呢個動作。嗱，呢個 hold 住咗佢咧，
就變咗令到咧個盤骨咧就唔會再向後啦，我哋就會咁樣收翻入去 hold 住佢。嗱咁樣咧可以咧 hold 住大約10秒鐘啦，之後就放鬆。咁啊重複咧可以做幾次咧，去改善翻咧嗰個盤骨前傾，令到嗰條脊骨咧或者一個盤骨咧去翻我哋叫做 neutral 變咗自然翻嗰個自然嗰個弧度，咁就會幫助到嗰個脊柱側彎啦。剛才同大家講解一啲嘅基本斯羅特運動嘅知識，咁其實就真係都有少少悶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學咗咧，其實咧對好多患上脊柱側彎，青年人又好，成年又好，長就咧，其實都好有幫助嘅。咁當然啦，你都知道脊柱側彎其實係好個人化嘅，即係你嗰條骨歪嘅度數或者咩位置咧，都係唔係咁容易咧自己可以知道。咁所以咧，如果需要咧，係需要有專業人士咧去做一個斷症㗎。咁但係咧，今次教咗呢個咁樣嘅方法咧，咁大家可以好簡單咁樣，例如呼吸法咁樣，其實自己都可以用多啲嘅腹式呼吸法去幫助咯。咁呢啲咧其實咧就係一啲嘅基本功。咁如果你哋真係有一啲嘅脊柱側彎嘅問題咧不妨咧真係考慮下依斯羅特運動揾專業人士咧去學咧，去幫助去減輕呢個嘅脊柱側彎嘅一個問題㗎。咁如果你中意一條片，咁記得介紹俾你嘅親戚同朋友啦，俾個 like， 訂閱我頻道同埋要請按鐘，仲要記得留言俾我如果你有脊柱側彎嘅，可以留言俾我睇下你哋嘅度數係幾多，睇下有乜嘢可以幫到你哋咁喺度咧，祝大家身體健康，我哋下次再見，拜拜。